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2022年结束，进入倒数计时。前2年因为疫情停办的跨年晚会，即将在12月31号晚间7点重磅回归梦时代购物中心。不但有台湾史上首座的260度双面舞台，更有长达180秒的亚湾跨年烟火，还邀请到了人气乐团告五人进行开场。高雄市民朋友可以拭目以待。再过不到1个月就是跨年了，2023高雄跨年晚会即将重回梦时代，不但打造台湾跨年史上第1座双面舞台和180秒亚湾跨年花火，更邀请到人气乐团告五人进行开场。2023年高雄跨年回归梦时代，我们的主轴是亚湾未来式。今年的跨年与以往不同，我们有双面舞台跟焰火的表演。透过3D 模拟辅助示意图，看到这次预计搭建的双面舞台视野宽阔，可达到260度的范围。舞台一面朝向中华路，另一面朝成功路，将容纳更多的民众一同感受跨年的热闹氛围。那舞台在时代大道上，两面分成未来式跟进行式。我们要让民众体验到无限可能的舞台声光效果，期盼让全国的民众来到高雄，进而带动高雄的交通、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等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全国人民看到高雄的进步与发展。欢迎大家2023来到高雄。过去2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影响而停办的跨年晚会，将在12月31日晚间7点强势回归。市府指出，每一个现在进行式都将创造无限个未来式，这也是双面舞台进行式与未来式名称的由来。象征从2022的现在跨越到更好的无限未来。双面舞台可让观众挑选往中华路的进行式舞台，或通往成功路的未来式主舞台。若跨年当天依然难以选择，可利用中华路和成功路之间的专属通道往返，同时感受进行式与未来式舞台的魅力。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如何让圣诞节过得更有意义？不妨来帮偏乡地区的学童们来圆梦。他们的圣诞心愿都非常简单朴实。高雄市一家知名饭店为了帮助偏乡学童圆了这个小小的心愿，邀请社会大众化身圣诞老公公，认领心愿卡，一起来给他们一个温馨欢乐的圣诞节。为了让偏乡学童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圣诞佳节，高雄市一家知名饭店大厅已经摆设好温馨满满的耶诞树，欢迎来自山林区及来国小全体学童。小朋友们以圣诞歌舞来表达感谢外，也在南圣圣母堂及校长的鼓励下，鼓起勇气在卡片上写下心愿，贴在祈愿墙上，希望在圣诞节前，圣诞老公公可以来帮忙完成他们小小的心愿。你要什么东西？积木。我是许滑板啊。为什么想要滑板？我也想要滑。天来是在来参加圣诞节的这个点亮心愿的圆梦计划。我是感谢由义大皇家酒店跟旗山的南圣圣母堂的慈善会所赞助的，让我们孩子有机会来接触义大世界跟酒店这个很特别的耶诞节的一个午餐的飨宴，让小朋友体会非常多，也很大的收获。为了可以完成偏乡小朋友的圣诞祈愿，高雄这家知名饭店携手高市南圣圣母堂推出偏乡送暖点亮心愿圆梦计划，收集了偏乡3所国小学童写下耶诞心愿，邀请热心偏乡教育的民众化身为圣诞老公公，一起来帮忙圆梦。借由这个时机来给小朋友就是准备我们的爱心耶诞礼物，我们邀请了偏远地区的小朋友。总共写了100张的卡片，针对他们的心愿写下来，然后我们来为他圆梦。我们可以欢迎我们现场的入住的嘉宾，可以来协助认领。那我们也帮小朋友来实现他们的耶诞愿望。因为偏乡的孩子都是阿公阿嬷在教育他们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像我们市区，就是说其实他们心愿很简单，就像有的小朋友的心愿说我想看一场电影，那我相信市区的孩子看电影对他们来讲是很轻而易举的，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就是社会团体或者是企业主可以为这些偏乡的孩子来圆梦计划。偏乡孩子们的心愿简单又朴实，使得饭店业者非常感动，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尽点企业力量，邀集旅客大众来认领心愿卡，
关怀偏乡孩童，帮助圆梦，过一个欢乐温馨的耶诞佳节。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中秋节和过年是国人合家团圆的时节，而西洋的感恩节以及圣诞节是许多外国朋友相聚同欢的日子。台糖长荣酒店从2007年起就推出了感恩圣诞火鸡大餐，提供给消费者来选购。今年的外包装更是以欧式野餐篮的样式来设计，一推出就获得许多旧与新知的爱好者前来预订。台糖长荣酒店自2007年起便推出香料烤火鸡料理，因为制作方式遵循古法，整只火鸡需先以香料腌制24小时入味，并以手工的方式将蔬菜以及香料填塞至火鸡腹内。尤其因为每一只都是选用6公斤左右的火鸡，所以烘烤时特别的费心费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不但滋味好，而且口感软嫩，还有满满的肉汁。火鸡的部分，我们是用刚刚讲的有一些罗香料、海底香啊、匈牙利胡椒粉、香蒜粉跟一些香料，然后去腌制。那腌制完以后，我们大概会腌2天，然后会再做制备。那客人点的时候，通常都要3天前我们才会有办法出货给客人，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让腌制入，因为火鸡肉的肉太厚了。那在烤的部分，我们会先用180度先烤1个半小时，45分钟，然后再用160度用低温，因为180度是为了让它锁住它的水分，然后让表面有上色。那160是为了后续让它内部是有够热够熟。除了澎湃的香料火鸡，在这次的礼篮里，还有栗子肉卷、鲜虾凯撒沙拉、奶油香蒜芋泥、法国面包、南瓜派等，可以让全家大小、亲朋好友10多人吃得美味又开心。还有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还有鲜虾凯撒沙拉然后法国面包，还有洋芋泥，而且新鲜的，还有南瓜派。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组合出来，会放在这个篮子里面。我想这个篮子这样提的那也方便。而且我想说，每年这样的话，大家共聚在一堂去做，享受这个所谓感恩节合家的团圆，感恩一方面也是感恩，一方面也是团圆，这也是难得，每年都是会在11月12份。那我们推出的礼盒里面，就是说这个整套的话，就是原价是4000块，4200，然后我们最优惠价是3599。今年的感恩节与圣诞节，观众朋友是否可以考虑试试外国朋友的火鸡大餐呢？台糖长荣酒店感恩圣诞火鸡礼篮，从11月起一直卖到12月底为止。想要尝鲜的朋友，不妨可以参考看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寿山动物园的新动物园运动历经1年多的改造，即将在12月16号试营运。有超好玩的清水广场、不一样的游园视野，更有友善的动物新家。这一场开园以来是最大规模的动物园升级计划，以提升动物福祉为目标而努力，让动物与人类友善共存。寿山动物园即将在12月16日试营运，有全新的清水广场、不一样的游园视野、更友善的动物新家。这场开园来最大规模的动物园升级计划，以提升动物福祉为目标努力。未来寿山动物园将创造更多美好故事，让动物与人类友善共存。那目前的话，我们新动物园运动主要是以提升动物的福利为出发点。那另外也会有全新的这种空桥的视野来观看动物园。那另外我们整个清水广场也升级。整体改造工程亮点之一为总长440公尺的空桥，依靠既有桥木的位置穿梭新建，空桥下方也自然成为动物乘凉的所在。入口处游客可搭乘玻璃帷幕电梯上升至空桥，自由选择左右半区的游园动线。我们寿山动物园在改造之后的全新模样。那像我们动物，他们有比较宽阔的栖地空间，那小朋友也高兴的在我们的清水广场戏水。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空桥，它贯穿我们园区的一些重要景区，那还有动物的展场，让游客可以以全新的视野来观看寿山动物园。寿山动物园这次引进水豚，并与羊驼、迷你驴等多种草食动物混养，游客可从上往下欣赏动物的栖息行为，也可往下
步行道、展览馆，以平视角度近距离观察动物。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的特色公园又多了一处，是否加速推动共融式公园的兴建？前镇区时代公园正式完成启用，多元的游具设施以及无障碍空间规划，获得市民的高度赞赏。高雄市前镇区时代公园落成典礼上，当地和附近的里长都来到现场，受访时大赞公园设计，让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而且它是涵盖从2岁到80岁、90岁的这个年龄层都有，算是属于多元化的公园。少年或是老人家都可以适用，还有它有一个健身房的感觉啦，非常棒。还有离我们轻轨捷运又近。老人家也是靠有一寡活动的所在安尼啊。无障碍的空间设计让民众可以安心玩耍，也获得议员们的高度赞赏。规划无障碍的环境、无障碍的空间，我想我们在议会也一直在强调，一个城市它的文明的指标就是看它的无障碍设施设置的一个程度。市长这样的一个视野跟整个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发，都带给我们南高雄很多的小朋友还有家长最有特色的亲子公园。公园的腹地很大，那它其实在这个亚湾它价格也很高啦吼。那市长决定用把这么好的土地这么好的地方，他没有说要把它卖掉是怎样让我们前镇地区的居民这当然了，因为有轻轨也有捷运，大家这边方便，它未来会是一个高雄市一个很好的景点。虽然时代公园的设计受到认可，但新邦里长坦言有一处他觉得美中不足。建议啦因为老人家需要有一个文康室嘛，文康室就是我们时代公园旁边如果再建一个文康室，让老人家可以去休闲聊天、下棋、看报或是打个桌球，这样对老人家是非常好的。时代公园落成启用，现场长辈和小孩都玩得很尽兴，还有小朋友玩水玩得超忘我，全身湿透。高雄市民好玩的地景亮点+1，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华丽登场。记者邱玉婷、关梦如高雄报道。使用医疗相关器材造成皮肤局部损伤，包括鼻胃管、养疗装置等各种管路，都属于医疗器材相关压力性损伤。为了减轻患者压力性损伤，奇美医学中心手术团队于今年7月创新研发医用引疗管固定减压装置，不但提供管路位置固定，也能够减轻患者皮肤压伤。根据奇美医学中心统计，从去年2021到今年6月，住院病人总共有993件压力性损伤的个案，其中医疗器材相关压力性损伤有339件，占所有压力性损伤大约34%。因此，奇美医学中心手术团队于今年7月创新研发医用引流管固定减压装置，不但提供管路位置固定，减轻病人的压力性损伤，而且拆装也很方便。病人每天都要更换这个鼻胃管的固定，所以就是你要慢慢把它拔开，然后又不能把它管路移除，然后它的鼻头就容易造成就是医疗器材相关的压力性损伤。对，这是旧式的。那我们新式的呢，其实你只要就是将管路就是卡到这个 C 型固定卡槽，将管路这样卡进去，然后把背胶移除。然后就可以固定在你想固定的位置，譬如说脸颊，或是看是哪里，就固定粘上去就好。这个操作只要9秒就完成了，所以可以减轻护理师就是操作的时间。那病人也会，因为这个都有防压的效果，所以病人也不会压力性的损伤。护理师表示，这种 C 型固定环不但适用各种外科的管路，而且具有亲肤性皮肤防压效能，与过去传统使用鼻胃管必须用纸胶带固定于鼻头，不但拆装不方便，而且容易伤害皮肤。自今年7月使用医用引流管固定减压装置，病人就无产生医疗器材相关压力性损伤。记者林根采访报道。
2022朝台南与台南设计周在台南市美术2馆联名开幕。今年特别邀请5位原住民族国宝工艺大师与5位时尚设计师跨界合作，将原住民族的特色元素融入时尚服饰，设计出52套独具特色的服装作品，打造时尚新风格。模特儿穿上具有原住民族的风格，同时又时尚的服饰。这是2022朝台南跨界时尚展，今年特别邀请5位原住民族国宝工艺大师与5位时尚设计师跨界合作。把我们那个排湾族的图腾很多，贵族的、王子的，还有一般平民的，还有巫师的袋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啦。那个图腾啊，它给它拼在一起，对。那我们选择大概有几个像祖灵，然后勇士的图案，还有一些太阳的图案这些，然后花的图案，我们希望把这些图案呢交织在一起。那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模拟当时候原住民这些勇士或生活的样子，所以有很多原本是贝壳扣的地方，我们用比较金属的暗扣，想去模拟或者是塑造一个未来的原民风格。开幕典礼这天，台南美术2馆化身伸展台，将设计师们所设计的服装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同时也在美术2馆当中展出，让民众能感受到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将他们的编织、将他们的色彩跟这些服装设计师共同来合作，让民众可以感受到说传统跟所谓的时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合，同时也让台南过去的纺织的一个大城重新让大家认识，所以我想这也是台湾在走向国际上如何跟当代结合非常好的一种做法。这次总共设计出52套服装，经过设计师的巧思，创作出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时装作品。展览从即日起展出到明年的2月5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一手大学师生与业界共同合作，为传统的上古神话画龙点睛，增加了独特的科技素材。电影《人间淬炼》更是使用校内独有的元宇宙技术拍摄后制，业界与学生的结合，发展出前所未有的高规格计划案。身披毛衣，手持刀剑，伶牙俐齿的古装造型映入眼帘，为《山海经》产学发表会揭开序幕。业界结合一手大学师生共同创作，打造科幻古装大作。随遇而安，然后到哪里可能就是祈福到哪里，拜到哪里。我第一次拍片，真的就是玄女，好像就是神明会来帮忙的感觉。《山海经》上古神话文创 IP 开发，以新传奖得主魏涛创作的《山海经》为主轴，将原本纯文字的《山海经》以手绘的方式转变成为视觉飨宴，在大荧幕上诉说着历史故事。这些学生的创意真的蛮好的，其实他们本身有他们的创意，再加上我这个原创，然后这样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也是一个很好的默契。人间淬炼电影场景特别选在一手大学进行拍摄，除了运用校内高规格的元宇宙顶级设备，足以媲美好莱坞影音技术，更将传统古装剧融合现代科技元素，着实让上古神话《山海经》的展现更加精彩可期。台商回来考察之后，就觉得这个高校台湾的高校方面的人才啊，实在是很多，这个潜力也一定要发掘。这次以《山海经》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课题呢，那整个产学合作的成果是相当不错的。那希望呢，在这些开发以后呢，我们继续的朝东方漫威，因为《山海经》的故事很多情节，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一直发展下来。一手大学传播设计学院的专业教学与智慧科技领域相互合作，不论是虚拟游戏设计，或是微电影的拍摄，都得透过校内科技资源方能完成。此次合作不仅仅让学生实际进入业界的运作，也在历史文化记录中增添一笔前所未有的高规格计划案。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跟业界合作，让我们学习了这个游戏要怎么连线。以前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连线是比较薄弱的地方。那因为有跟游戏公司合作，
那在这一块基础上就会比较强一点。也建立我们的业界跟学校里面一个更密切合作的机制。毕竟这个计划总计划大概投入大概1400万左右，我们希望是建立一个范例，让业界也能够相信大学的资源能够开发出来接近商品化、实体化应用的层面的一个作品。一手大学与山海经文艺公司的产学合作，是科技结合文创的最佳典范。在大学生中找到业界所需的年轻学子，不但将人力、物力、财力都发挥到最大值，也让资源获得更有效的运用。记者曾光佩、黄冠维、庄淑婷采访报道。国内的观光饭店有星级的认证，而政府为了辅导传统市场的摊位转型，不断改造，也寄出了乐活名摊的星级评鉴。其中，台南东市场公有市场中的红姐私房料理，今年就拿下了5星的肯定，相当不简单。虽然这个摊位只有2坪的空间，不过它的牛肉、猪肉料理，尤其是红烧，更是他们的热销招牌。每天下午用天然蔬果熬煮到隔天，不止入味，还保持新鲜 Q 弹。加上环境卫生整洁，大家口耳相传，吸引许多消费者捧场。东西是真材实料啊，环境也蛮卫生，蛮有啊。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看起来让人这吃的就很想再继续吃这样子。对对对，它已经晋级到5颗星，是我们台南我们市场的那个魔幻了。对对对，想要再晋级的话，可能还要再找另外的。为了提升形象和品牌，红姐从新化来到东菜市场转型第5年的用心，已经拿下经济部乐活5星名摊的肯定。除了基本的环境卫生，还需要通过来源检验和营养标示等考核，相当不简单。应该是我的东西就是比别人多用心，对。然后对于食材的挑选跟安全的那个认证，我都很注意，对啊，所以才能获得青睐。推荐2大出去参加这个管评比，5星名摊的评比，而且阮2大其中1大就已经通过这个专家甲一寡这学者肯定，也通过这个5星。因为本身嘛是因为了这个红姐牛肉为本身人的努力。人也有新的经营，所以伊会当得到5星，这是无意外。因为我就讲一定会过5星，因为人实在人真正在努力。目前红姐已经退居幕后，交给第2代的儿子来经营，也希望借重他的语言天分来推广观光，用5星的评价来带动传统市场发展。因为我们是台南市第1摊5星，那我希望说可以带动整个台南市的市场。对啊，可以就是，变成就是观光，或者是说，客群可以再年轻一点，对，希望他们就是会喜欢，然后来这边采买，对。2年前从4星到通过疫情考验，今年进步拿下5星，也为自己写下市场摊位改造优化的见证。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过去的客家族群在台南比较低调，不过台南市政府在2020年成立客家事务委员会以后，找寻许多在台南打拼生活、各行各业的客家人。今年更首次和经营餐饮业者共同推动客家文化的创业者合作，推出结合故事、音乐和料理的活动，展现出台南多元族群和丰富包容的文化底蕴。这位来自屏东客家乡镇的中小企业家王少奇，受台南市客委会邀请，正向所有报名乡亲说他是如何开创自己的一片天。除了透过讲座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台南市客委会也希望结合咸菜干、咸猪肉等客家风味的食材和欧式套餐美食融合，让市民听讲座以后也一面品尝客家创意料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4场的系列里头呢，都邀请了跟餐饮业者有关的客家人来把客家的食材融入他们原本的料理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2个呢，是在台南有13万多的客家人，其实相当多。那如果他没有表明身份没有主动说，我们大概不晓得。所以呢，我们邀请他们来
就他们自己本身的历程也好，专业也好，来说他们的故事。所以呢，就有讲座加上美食这样的构想。那这是第一场。那我们从餐厅到庶民的生活客家的年菜，这些都有，所以蛮受欢迎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很快就报名进来这些都要收费的哦。古竹伟表示，现场说报名者一半以上并非客家乡亲，而是热爱美食文化，而且一推出报名很快就截止，也可以感受到美食的吸引力。该系列活动总共有4个场次，除了展现客家文化内涵，也希望凸显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包容。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